有一種講法係烹飪都係一種藝術，咁樣佢嘅製成品自然亦都係一種藝術品啦。今日大叔就嚟到尖沙咀金馬倫道嚟享受一次下午茶嘅藝術品啦。今次嘅藝術品仲係有名堂㗎噃，叫做百樂開心果祭下午茶自助餐，地點就係百樂酒店嘅4樓西餐廳。呢度將啲五彩繽紛嘅顏色都擺晒喺入門口嘅地方，環境就一般餐廳，冇咩富麗嘅裝飾，好在台同台之間相隔都算闊落，體貼嘅就係早少少可以放客入嚟，唔使成班基民企喺餐廳門口等，亦都可以俾機會大叔喺食品盤仲係滿滿嘅時候就可以拍低落嚟。大叔拍片嘅初心本來係想講下旅遊同埋其他趣事，但係留意到講飲食嘅片呢，原來係比較多啲人睇嘅噃，又難怪嘅。中國人就係一個好食嘅民族，有兩句說話由細聽到大，佢話民以食為天，背脊向天就皆可食，可能係咁。以前啲長輩成日教啲後生要挺起胸膛做人，如果唔係頭耷耷咁，一個唔覺意背脊向咗天，就好容易俾人當咗做食物噶啦。細個嘅時候，香港普遍嘅環境都唔係咁好，父母教你食飽就好啦。如果想食多啲呢，就會叫你唔好咁為食。到出嚟社會做嘢，自己賺到錢啦，想話食得好啲，食得豪啲，佢哋又會教你唔好淨係掛住食，搵到錢要儲埋佢。可惜嘅係，佢哋睇唔到今時今日滿腦子都係掛住食嗰啲人都可以成家，俾人稱做美食家，仲有啲就做咗美食嘅 YouTuber， 喐下都幾十萬粉絲噶。可惜大叔當年就係個乖乖仔，好聽話咁樣壓抑住自己好食懶飛嘅人性，搞到今日想好好地形容一份美食嘅詞彙都好貧乏，呢啲咪叫做悔不當初咯。相機就食得7、8成啦，開始比賽嘅信息亦都響咗，係唔係仲有其他未影到嘅菜式呢？都係不如食住穩啦。鯛魚嘅營養豐富，含有鈣、鉀、硒等元素，除咗可以為人體補充蛋白質同埋礦物質之外，佢豐富嘅膠原蛋白仲可以減少皺紋同埋色斑噶。有講話希靈魚係飛魚同埋有味魚子嘅合成魚，青口清理得都幾乾淨。蟹子沙律就細細碟，當係補充下食物纖維都唔錯。呢個芒果糯米飯就好失分啦，芒果酸嘅就唔再講，糯米飯黐埋變咗一劈糯米糕，椰漿亦都調教得唔係咁好。如果保持到一貫咁嘅水準呢，選擇困難症嘅朋友又可以少咗啲煩惱啦。今次主題係開心果，所以就有呢個開心果醬炒意粉，同埋呢個開心果玉米蝦仁炒飯。開心果嘅味我就分辨唔到，但係個果醬炒意粉都不妨少少開心一下嘅。呢個咖喱牛腩就炆得好腍好入味，唔驚好快飽就可以食多2件。至於呢個炒金邊粉，大家就可以不理啦。日式青魚稍嫌佢乾身，中意嘅可以一試。意大利披薩就有一般水準，橫掂呢度有咁多款食物，中意嘅話自己喺上面加料嚟個第2次創作都唔錯噃。南瓜湯都幾好，加多啲忌廉嚟增加香滑就會更加好。第一個回合完咗之後，又係準備第2個回合嘅時間啦。粉麵檔比較特別嘅係，
佢有兩款湯底，一個係喇沙，另一個係肉骨茶。大叔喺第一個回合已經有啲飽嘅感覺，咁並冇要啲粉麵同埋配料，只係要咗啲肉骨茶湯底嚟試下味。湯底就稍鹹，當歸同埋其他藥材味亦都好淡。我的最強女友就真唔係浪得虛名，佢自信仲有能力可以嚟多碗喇沙湯麵。大叔亦都趁呢個機會試一下呢個喇沙湯底，發覺佢可能係另外一個變種，同喺新加坡食到嗰種喇沙比較就相差得太遠啦。另外仲有小朋友最愛嘅自製朱古力棉花糖，如果係開心果朱古力呢，就更加切合今日嘅題目啦。好在旁邊又有另外兩款開心果撻喺度呼應返，出嚟行多兩轉，可以幫助消化之外，亦都係為咗更加詳細咁樣報導。出得去行就預咗要還，咩脂肪、熱量、膽固醇、澱粉質，全部都唔驚得咁多啦。頭先咪介紹咗呢個牛腩又腍又入味嘅，為咗證明冇講大話，勉為其難都表演食多幾件。呢樣喺盤邊就未有介紹，憑幾十年食嘢嘅經驗，相信佢一定係雞。呢個就係粟米薯餅啦。然後呢個係羽衣甘藍粉果，羽衣甘藍味就唔係好突出，粉果都 OK 嘅。韭菜搞個外皮幾硬，亦都冇乜韭菜味，就差啲啦。燒賣冇咩好讚，亦都冇咩可彈，一般嘅酒樓水準。喺我的最強女友繼續努力之下，竟然俾佢發現咗一款香葉包雞，水準可以好過某啲泰國餐廳㗎。Off 亦都可以有啲新搞作。呢度有兩款獨立包裝嘅雪糕，攞兩球過嚟，再加上朱古力醬，就可以製作一款合自己口味嘅 waffle 啦。仲有一款受歡迎嘅甜品，就係開心果心太軟，佢係即場焗製嘅，每次每人只係限取一個。心太軟呢個賣相都唔錯，個面煙煙韌韌咁樣，內邊反為唔係幾夠軟，不過有啲開心果碎喺度，唔太甜，食起嚟又幾香口。大家嚟到就可以試下。最後又係埋單計數嘅時間啦，又係一條大叔唔識計嘅數，原價就係339，買一送一，唔知點解又會變咗191蚊一位噃，又唔需要問點解嘅，191蚊一個自助餐。又冇使出話食完要另外俾加一嗰招，都算係抵食嘅。藝術品級數就算唔上啦。數據顯示大叔嘅觀眾有90%以上都未訂閱嘅。嗱，等大叔放低筷子同大家講拜拜嘅時候，就請大家撳埋個訂閱掣啦。拜拜。